大家讲，今天是11月3号星期一，美国各大指数呢，今天都还是有点波动。就是先前呢，上个礼拜呢，四个指数都做了新高以后呢，上个礼拜四、礼拜五呢都是上上下下过，有一天涨一天跌。上个礼拜五呢就是涨的，道琼斯最後是漲了41點，漲0.09%。S&P 漲18點，漲0.26%，NASDAQ 漲144點，漲0.61%，Russell 2000小型股漲13點，漲0.54%。來到今天的話呢，就繼續波動，四個指數呢就各有升跌。道瓊斯呢就最差的時候呢，曾經跌428點，差不多接近1%，但是在開盤的時候呢，曾經是漲了134點，所以上下波動呢都差不多，今天有600點。現在開盤大概兩個小時還是有一點點負的，四個指數裏邊呢，就科技股呢就比較好一點。今天呢，特別呢，科技股方面呢，這個 OpenAI 跟 Amazon 呢達成這個合作的協議，380億的人工智能的這個協議，所以呢就比較看好。所以呢，今天呢 Amazon 漲得比較好了，代號 AMZN，現在是報255塊3毛3，漲4.55%，今天曾經最高漲到258塊6毛。然後呢，市場都在等待這個另外一家 AI 的公司Palantir 的這個業績報告，現在呢都是比較看好的，代號 PLTR 202塊7毛1，現在是漲1.12%，今天曾經最高漲到206。隨着這個 AI 的熱潮的話呢，今天這個 Palantir 呢，今天已經大漲165%了，所以現在都是看好了它這個財報。然後呢，就 Microsoft 都宣布呢，用這個90億美元呢擴建它這個雲端的功能。其實呢，這幾天呢，雖然這個科技股看好，不是呢，但是市場還是有些不好的消息。首先呢，這個地緣政治方面呢，就 Venezuela 方面呢，有一點這個它的有點不穩定，因為我們 Trump 總統呢警告，如果他們那邊還有這些所謂一些針對基督徒的攻擊的話呢，我們美國可能會有採取這個軍事行動啊，所以就變成他們當地 Venezuela 的他這些債券呢，今天受到拋售。然後另外呢，就 negative 的就是這個政府停擺了，還沒有解決啊。現在呢，很多經濟數據呢就還是沒有發出來，先前這個非農就業報告就今天還沒有出來，所以現在呢就依賴呢私人市場，這個禮拜就會有這個 ADP 的所謂小非農的就業報告。聯儲局呢，他先前呢雖然上個禮拜終於減利率，但是他有警告說12月份呢是不是再降息的話呢，不一定是並非一定的這個定局的，所以呢現在投資者更加依賴這些其他的經濟數據。10年公債利率呢，今天都有些許增長了，4.112漲0.01。現在呢，這個10年公債呢，上個禮拜最低的時候呢，曾經跌破4%了，所以現在就慢慢回升。因為現在呢，利率期貨市場反映了聯儲局呢下一邊開會呢，12月份的減利率的可能性減小了，已經只有68%呢是可以減0.25的。黃金呢就上個禮拜做這個低點跌破3938.86以後呢，一直呢就反彈。今天呢黃金還是漲的4030塊，漲0.84%。WTI 原油都有些波動，今天下跌一點點，60塊9毛1，跌0.11%。好了，今天財經新聞是由華信投資顧問的 William 馮偉的報道。